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问导游，台语安尼写，问导游。问导游字面上的意思是蘸酱油，像讲青菜沙沙的，直接问导游就真好食。啊，问导游弹出来意思是做代志无深入，就亲像咧问导游，问一个就提走，也就是华语的蜻蜓点水。你敢真正遐尼啊无闲，来问一个导游就爱随离开。你平时喊你打卡教，这个难得来参加活动，结果问一个导游就要走，实在真无诚意。啊，华语的得寸进尺，台语讲导游本意问，连猪仔煞提去。你拄好就好，唔通伤过分，唔通导游本你问，连猪仔煞提去。问水、问汤、问料，甲倒步摕去问水，甲倒顶出七个。鸡胗问汤锅，食起来真着味。这间蚵底问料是组团的秘方，滋味有够赞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问导游，实在真趣味。